亲爱的观众朋友，亲爱的戏迷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晚上好！欢迎大家来到上海天蟾逸夫舞台。今天晚上呢，我们在这里隆重举行的是由上海文广新闻传媒集团联动上海越剧院共同举办的粤女十姐妹粤女争锋金奖演唱会的第2场演出。应该说，第一场演出还是非常成功的。对，你看演出结束以后，我走到门口，还有很多粤剧迷等候在那儿，要让粤女十姐妹签名留念，舍不得离开。对对，他们跟我说呀，说这些小粤女呀太灵了啊，一个顶一个。我们粤剧是后继有人呐，那是真心话。那叶老师，您怎么说呢？我说你们这些粤剧迷呀，太棒了，一个赛一个，咱们粤剧太有希望了。说得好。所以为了回报大家的厚爱，今天晚上呢，我们会有更多精彩的拿手曲目。对，那么我们的金奖获得者呢，也将一一登台献给大家。同时还有很多大家熟悉和喜爱的粤剧名家，也将加盟到我们今天晚上的演唱会当中，以实际行动来支持粤女们。我们第一场演出呢是吴群打的头炮，非常响亮。哎，那么今天呢？今天啊，打头阵的呢是一个小小女生虽然她长得是小巧玲珑，但是啊，艺高人胆大。那个第一场呢，刚刚做了压轴演出，今天还主动请缨说要第一个出场呢。那我明白了，是我们上海粤剧院的金奖副派花旦盛舒阳。对，就是盛舒阳。那么今天晚上呢，盛舒阳将和青年演员陶钻仪率先为大家带来一段斩娥，我们掌声欢迎他们。
忘不了小夫妻承梦之缘，放不了夫妻心也无边，再不能逮捕从早到晚，再不能尽操事一分三餐，再不能听过教诲良言，再不能尽孝道侍奉堂前。从今你莫把儿女思念全当上我夫妻生前。但等三通炮响，将圣头落地，还有话夸夸将来。想我，对我，对的是天地，见得了鬼神，临死之前，我有三丈誓愿。讲。对我是不满愿，我不愿能怒冲天，一腔热血飞把年，不在尘埃落半点。鲜血名真我却斩，还我称霸在人间。我倒要看看你的血到底洒在哪里，刮起把脸。第二章呢？这第二章啊，我对我实在是冤枉。
空三伏天，七部分落月飞仙，映在烟头，我难算你中言，恰也是万人情马血半，今即将还愿弃了所事，见那我也要三尺琼花，八戒过眼，八戒过眼，八戒过立即应允。小生的名字啊，就是唱副派的，舒扬舒扬啊。哦，怎么讲？副派唱腔舒展昂扬啊，就生来就是为这个舞台的嘛，对不对？刚才看到这个盛舒扬出场，得到大家那么多喝彩声啊，我觉得我们也是为他由衷的感到高兴。确实，我们的乐女们通过乐女争锋这个平台的磨练，迅速的成长了。他们对这个活动其实也是非常的感激。有一位金奖获得者，他就说得很好，他说在初赛的时候，正是全场的一声加油，给了他无穷的动力，让他坚持到了最后，夺得了金奖。谁？他就是来自福建芳华越剧团的尹派小生陈丽宇。那今天晚上呢，陈丽宇将和上海越剧院的青年演员徐来共同为大家演唱尹派的谷子老戏《盘妻索溪》中的花园会选段。好，那么演出之前是不是也要为他加次油呢？好啊，那我们这样吧，就用这个福建的方言给他加油。福建方言。对。那么加油怎么说呢？福建话加油呢叫嘎油。嘎油，咱们一起来好不好？不是，可以很简单，嘎油啊！1、2、3，嘎油，好，很棒，欢迎两位。他怎么挽不来呀？娘子的为人真孤寡，好似庙中的观音一样菩萨，在命我千言万语去劝慰，他待我何曾说过三句话？事情虽小谁伤情，一
了子手上不能讲，难道他令我有隐情？难道我此得罪了他？今日是中举同家亲，亲娘子愿中同来赏月望，啥能够家的娘子心中人，就是还可亲啦，我愿谁心后相，他娘可曾请来了吗？大娘三去看就到。哎呀，好，好，好，后相稍等相公有赏。多谢相公。听得娘子一条步，好似关江上路，心真理应该把情见他满面尘土，我很感动。娘子来了，娘子到来，微臣愿意望娘子施在。既成夫妻，何必客气？喏，我待他应儿情理，他总是何必客气？唉，我长大宽心，哎呀，奶气。妈妈在屋他家里，娘子请来见礼，家务上礼不介意吧？哦，娘子请坐，随便坐吧。娘子此言差矣，圣上交往总有礼节，谁是夫妻也该相敬如宾。你我举头四书通达理念，见面怎么连个道理都不讲了呢？这啊，是次送进一礼。呀，有礼忘外，有礼忘外。哦，娘子请坐，同坐。素日不见娘子，不知肉体可安，饮食可好，夜晚客厅是何？身体无恙，不劳操心。你们互相谁来请我，不知有何要事？娘子，我看你终日都入房中，只怕要闷出病来。况此地丹桂飘香，明月皎洁，故而的被小赞，请娘子也来散散心啊！哦，娘子，请饮酒。你不是早就知道我不会饮酒的吗？不知万一何事，实不要是我要回房去了。娘子，你我虽是夫妻，却也难得聚谈。今日既到此，何必久为望？就请娘子再坐片刻。
娘子，时来我家已有3月，看你总是愁眉不展，不知有何心事啊？哦，那有什么心事？哎呀，娘子真是平无心事，这伤眉锦书长须短叹，岂是瞒得了人的？娘子到底有何疑难之事，还是与我说明，我也好为娘子分忧解愁呀。你可知个人是与生与死，必让生与必让死，必让死与必让病，必让病与不必死。在世个人是与个人是，可知道夫妻原是恋爱离子，娘子心中有非常事，怎怕难瞒我两娘子？听他言语常阴心，难道他话中有所知？娘子不必要是要猜破你心呀你不是蓬莱仙家子，何必往事费心思？去娘我今日全当仙儿家子，来猜一猜你娘子的心何事？你就猜吧，娘子。莫不是在我家起居，莫是因孤儿你心中问世事。我好比麻雀飞在凤凰上，还与什么远故事？莫不是压弯是风不称心？你呼唤擦起他应生死，牙关是否不差池，与我父母共相思。莫不是我娘亲待你来欺呀，你心柔委屈难启齿，领导是身受高明，为夫人真经得起呀，小辈失礼子。莫不是我妹妹不懂事，
休要生气，原是我也是杀林老爷，王舅娘子来开始。哎，行，这不是那不是，真正那王家娘是，我到底不是蓬莱县家子。今日里难猜娘子的心福事，娘子的心事我是猜不着了，不过我还有一言，请娘子听了。你女人娘们亲父母，参家子女亲父爱婿，夫妻何妨应相共，生生世世在一起。我富有时来，你欺无时；你欺有时来，我付出的是今日你所亲在，为鸟死鸟死爱在，就是你。金家女呀，做
道，今世夫妻奈我好。他既无人斗鸟事，我必自己寻摆闹。从今后你过你的桃木桥，我走我的银环廊。不对呀，今娘子灵隐神神十七巧，伤心冤泪又淌，其中女原是娘来她苦中不能相争道，多人为王才全家，谁忘我娘子？哎呀，真得了！对呀，我还是好言去春味，什么将他的手笑。问一下大家，陈丽宇唱的好不好？好，关键是你们那声嘎又嘎的好，听起来有点像上海话卡油。好，开玩笑。那么接下来这位呢，同样也是表现不俗，因为也是一位金奖获得者，来自上海越剧院的徐派小生李路燕。李路燕呢，我知道是钱惠丽的学生，对，是薛兰老师的第4代传人。没错。这个说起钱惠丽啊，她是一位好学生，也是位好老师，特别注重上宽下严。上宽下严，叶老师怎么讲啊？就是学生上台的时候啊，他是笑容满面。他是以鼓励为主，还让他们吃鸡精。还吃鸡精啊？还说2声呱女。对，下台以后呢是非常严格一点错都不放过有时候还严厉批评，把李路燕都说哭了，来不得一点的马虎。那这样上宽下严有什么好处呢？上宽呢可以让他轻松上阵，发挥应有的水平。那么下严可以以力再战，进步飞快。所以真的是名师出高徒嘛。对。那我们也看到李路燕的进步呢，确实可以说是突飞猛进的。今天晚上呢，她将携手上海越剧院的一位银奖获得者，也是大家非常喜爱的一位演员，副派花旦裘丹丽，共同为大家带来孟丽君的《游上林》选段。今天是挑战自我，她唱的是王派。对，我们掌声鼓励。君臣长马万里，不与寡人惜才心。唐风流相国是谁？
快云中，红颜飞过深深明，青裤子织鸟乃是安内情。看起边一片冷落报城乡，青裤子只能心在相思草，草木有情也相思问里情。此生草木啥有情，真理寻诚心当比草心刚。咿呀呀去跳动，他叔叔太太挖长子，我团也在路赛分明，还他万有造家功，丞相啊，请问谁是谁长期风龙，正与你七夕年代押韵颂，此次请教上礼。好，清风有劲难做明月无知空造成，云把三清天有样，江山作尽地无心，反掌圣坛教育翁师傅下对。千层峭壁，全教子皆早为对呀。李清城瓦过车中，须见世事自己无惧从，我咋能有志也内注定是万方听过好自动。我挥舞流扫飞自上，阿里去，阿爷
来母你护持。不，必正是举上将。好，好。今朝再是不去，顾客要生气了。来呀，园中掌灯，百家天相观。来哟！
我们这些小乐女啊，个个都是小才女。哎，真是这样哈！就说是绍兴小百花的尹派小生张玲吧，台上呢，她是一位儒雅洒脱的女小生，台下呢又是琴棋书画样样精通的大才女。大家记不记得在决赛的时候啊，她的一曲自弹自唱的李白的《将进酒》，那真是令人拍案叫绝。对，今天和她配戏呢是上海乐剧院的著名演员华一清。啊，这个华一清是甘当绿叶啊，同样一出《山河恋》里边的送信，第一场呢是跟王清，对，王清，今天也是跟张琳，真可谓是一女两嫁，非常辛苦。好，接下来我们就欢迎他们为大家带来《山河恋》送信选段，大家欢迎。我叫生气，你要找吴愁吗？是啊，还劳你请他一声。小姐请稍待。吴愁来了，见过吴愁先生。起来，起来。娘催。哈哈哈。我道你是个君子人。这样的戏弄人家不必呀应，我本是个大将军，岂可与你去送信？既然将军有身份，你为何与我算不清啊？再叫你我的实话你不夫人已经得了病，生死黄昏看难言，病死要紧从日分。故而你与我这关待我讲，我何尝与你算不清？错怪你了，此次上来是我唐得了你，我方是小姐，问小姐到此与何关？得地心来送书信，这封书信何人下？不是被人录取不中啊音，此事我也早知情。那李氏想把我回给他的口供他不肯，故所以暗中写好书一封，他叫我送与吴愁边相信。你把书信交与我，我替你去托与那吴愁听。我只是我一向托你大风信，不知小姐
心啊甜，啊爷妹呀，我还你不知我想你不见，我你实话你不回答，我与你说的全是非敷衍啊爷妹啊，我是一见人钟情你，弟子你可否将我怜？小姐，我是一见心钟情你，我真好想叶老师啊，接下来呢，我们要推出的是一对师生组合。好极了！哎，那个学生呢，也是一位金奖获得者，是来自绍兴小百花的副派花旦董建红。那老师呢？老师可了不得呀，一出场呢，准能赢得满堂彩的范派小生吴凤花。好，你看今天又是啊，这吴凤花我得说一下啊，啊，吴凤花是新婚燕尔啊，这2天为了参加我们的演出呢，只能让她的新婚丈夫是独守空房，独守空房。所以在这里呢，我觉得有点于心不忍。那我想跟她丈夫对白2句啊。好啊，她丈夫叫王雪初，王雪初，小名叫初初，初初啊，哦，粗粗，粗粗，凤花也是身不由己，你要多多原谅。此刻你虽然独守空房，但是你要是听到上海戏迷的掌声，鼓掌啊！这俺更加困不着了。叶老师啊，那个绍兴我讲了没老好在啊，讲了刚好啊，真的，我觉得吴凤花这点尤其值得应该大家掌声鼓励一下，因为为了大家舍小家，我们在这儿也祝愿她和她的老公能够新婚快乐，天长地久啊！掌声送给他们。好极了。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欢迎师生组合为大家带来《吴王悲歌》选段，掌声响起来。大王，岳兵已破阵而至，离国门只有3里之遥。我们快离开这里，从安道出去。山那边就是你的家乡，快走！你快走吧！我不能走，你不能再犹豫了，再不走就来不及了。我的心不让我走。为什么？我冤仇非报，我要死你！一句话辞退。
让我这里死吧！刚才是师生组合，接着是一对金奖组合，一个是影派小生李肖文，一位是吕派花旦张艺清。接下来他们演唱《春香传》爱歌，对口词啊！对，大家掌声欢迎。
相公子来了。丞相，你听，这钟声好像在庆贺我们，在庆贺我们。你别拿长安中来看车中，那边才来当庄啊，当一根当叮，当二根叮叮咚，陈家子当是当根钟，谁知道比我钟来两相同，四季当中四季听，四季当中四季懂，沉香当当叮，朦胧叮叮咚。
越剧呢，大多是传统剧目，所以如何继承发展、常演常新呢，却是一个很重要的课题。就像刚才的这一出这个《春香传》这个爱歌啊，也是根据朝鲜的同名戏剧改编过来的，所以呢，带给大家不一样的风情，真的是非常的棒。接下来登台的呢，也是一位影派小生，是上海越剧院的金奖得主王清。虽然他和李肖文呢都是影派，但是师出不同。王清的老师呢是赵志刚，是吧？李肖文的老师是毛维涛，所以风格也不尽相同。说到这个王清呢，大家都知道，在进入这个越女争锋的这个比赛之前啊，他在上海已经是小有名气了，而且还成功的举办了东方戏剧之星个人专场演唱会。这在同龄的青年演员当中呢，也可以说是凤毛麟角的，是一位不可多得的优秀的影派传人。那么今天晚上呢，他将和上海越剧院的一位著名女老生张海玲啊，会同2位越女新秀陈慧迪、孟丽敏共同为大家带来影派的另一出谷子老戏《何文秀》当中的算命选段。我们热情的掌声欢迎他们。想起了杨家家道病，莫非是无有银钱来算命？我本是京都出来王先生，得到黑人杨明，大户人家叫算命。明镜要算不良人，中等人家叫算命，待茶待饭待点心，贫穷人家叫算命，不要银子不好分。倘若家中有小儿，先生我要送礼金，到天洞里也是问送进小儿马高兵。先生生我人
京城守过衙城。唐山先生年纪轻，这脸眼比我上难进。声声高叫无人应，高叫文秀心不定。难道我今日虚此行？放声再叫官为了听，我的算命非别人，冤枉大事也算得清。妈妈，你要选的是男名还是女名？男名啊，请报是人八字。先生啊，跟我去问来，我去问来了啊！阿侬啊，快叫你丈夫的是人八字快报了。丁卯年癸卯月丙申日辛卯时。晓得嘞。先生啊，问来了。那丁卯年癸卯月丙什么？先生啊，跟我再去问来，了啊！丙申日辛卯时，对八字大本领，文书要说是机灵，为人
要老老实实详详细细个说来啊！算不正啊，瞧你的走吧。啊，妈妈，我一不本家，二不本人，早明日孙。妈妈听到。祖上内明二十一，命里规定十中生。祖上家你媳妇本，是里人家常先生。出生原是官家子，父母爱他长长真，上父兄来下父的他是父妻父妹多一生。一句两岁娘娃抱，三句四岁两声，五句六岁不管看，七岁八岁上有门，九岁10岁有文昌官，11人到你12岁到17岁。哎呀，妈妈！哎呦，学生啊，做啥啦？17岁上有再心？啥个再心了？17岁明白天高心，无风起浪不逃生，少中几人来人，爱他在家一门门，只有此名能道生，他是穷途落魄去飘零，苦逼孩子故作娇，仆人过岗先万真，赢得红鸾喜心肠，如风少女四人迎，内务聘金为表记，女巫美真是人情。真个先生啊！哎呦，先生啊，对不起了，对不起了，先生啊，侬说的啦，同我闺女儿讲的是一式一样的啦。哦，先生啊，对不起，先生啊，那么后头来有哪个讨厌？那又怎么样呢？对我说嘞啊，先生。17岁到18岁，哎呀，妈妈！先生啊，有哪个讨了？18岁有逢大难行，老幼之间飞来红，人民官司大在身，人亡小人爱在手求还愿命难成。我那巧思的完成。
且走，且走，且走，且走。耳听娘子可悲声，闻虽心中人不人，我只能夹着水安相劝，劝为娘子莫伤心。大妈妈，此名是外号啊，是外号。外号？你娘死了外号？幸亏玉凤贵人心，贵人相聚得容深恩。18过去19成，独尊青龙交好运。今年正当20余，金榜得中主公卿，莫下夫妻苦相为。古今同源得欢庆。先生说话不中啊听，不必乱扰红天人。我女婿死了3年整，哪有人死再多生？小伙伴，哎，不要吵，不要吵！妈妈，嘿，妈妈，你们谁的都相信，此命说来一定真。他命中实在不该死，莫惊外在世上人。先生啊，弄做啥了？哦，妈妈，里面是谁的课？里面是我的乖女儿啦。我实话告诉先生吧，刚刚说一个内名啦，就是我的乖女婿。哎，冤枉死了，也有3年了。妈妈，既有冤枉，因我不去申冤告上。哎，不得告上倒也罢，提起告上我气呀杀。我母女既死去还冤难，你长当是军师啊大。我冤呀抚养我写告别呀，那这个板子滚着呀那就在网上，那得到啥地方去过你？妈妈。一路迎来天人惊，有一位新人送我出金榜。明朝最后到黑人，你哀怨带人去告上。那个谁夫不同志，那个官夫不认账，只恐他还原的板子更厉害呀！他为官轻重地扫荡，天命不是不寻定，你们去告上，一定能够伸冤枉。今天的压台戏谁来唱？也是一对金奖组合。满台是金，对，耀眼辉煌。而且他们都是来自于上海越剧院，一位呢是双胞胎的妈妈徐派小生杨婷娜，另外一位呢是女人味儿十足的张派老生吴群。他们合作的《长安悲歌》一定会为我们今天的晚会带来高潮，掌声欢迎他们。
深深浪烟滚，尘烟穿入龙井城，侧看苍黄昆长岸，不见远兵救君城。当心门迎在龙人眼观，当关门诚心三界逃生，堂堂长安府中城，巍巍帝都陈江青，四国皆中紫禁城，从来迷惑见真经，名为出名张秉权，今夜晚拼死战，若是去分10年前，松儿跳崖离我去，10年来繁年去回生死情，唯独情中才心愿，到秋间亲人团聚，青丝留名，青丝留名。皇上要你进一步事，那今日城内召开将领的神头，前来祭见，以这的士气振奋军心。奏禀公公，皇上他怎么样了？皇上他已到御花园，今日他是神仆，他是要以身殉国了。哇！操！大人，我将上客带来了。好，带上来。是。全部投降，到京城。
要将你的城头集结，你还有什么话讲？我要进一股城，谁？京城都督李凤珍。李凤珍，我有要事见他。我就是李凤珍。就是京城都督李凤珍，你有什么要事？大圣，长安城梁朝庆诚心义在，他是去拜酒的自在境外，劝他生为百姓生死图死，生命心归你君，他你同事到临头还要劝啊，佩服佩服！大人，时间紧迫，请你闪。你恨下一股城，我的儿子，你的儿子。是啊，这勇，这颜人，连这是我啊！可惜他已经死了，他死了。是啊，3年前，他听信了一帮乱民的歌，他救了他，他却被他们害死了。是被乱民害死的。要不是这帮乱民作乱，我的儿子也不会白白的死了。你什么？是你害死了他，是你将他背上了绝路，是你害死了亲生儿子。3年前一场天灾，天荒，真名求真。回了报事囊，不是真娘是刀枪，少年郎心不平，随流在民山中藏，回家禀告老母亲，要为在民李冤枉，想不到老母儿的半算量，背地父亲母女狠心肠，听儿是车长身体，将灾民团送才发上，那少年救人犯奸，生命陪臣驸马，陪臣杀，有口难说。
云松啊，你没有死，我没有死，是我回来了。你这个不孝的孩子，你到哪里去了？你讲啊！这3年为什么连我音信都不清楚？你讲啊！
你就将他们都杀死了。你是个骗子，是个冷酷的凶手。乱生设置，谁有应得？他们针对无路，被逼造反，何才之余？枉法调调，岂用违背？我怎能抵挡？我是奉旨办事，天真难为，维护主上错在未免。他们莫不枉法对抗上定，誓不住是。我要替他们报仇。你同手吧。松儿啊，你娘要是我曾看到你我父子反目成仇的样子，该有多么的伤心啊！娘要是我曾也定也会离开你的。不，他一定希望我父子同归于好，从今以后再也不分开，就像你小的时候一样。可记得父与子相依为命，那时候天冷落，刻骨铭心。3岁妇女也走步，6岁叫你读书门，在女儿同花上听你教的一声声。那时他手小手手牵手，与你月下宽旅行。弟弟，你看天上是什么啊？那是流星啊，流星为什么会在天上？因为他要回家去找他弟弟娘亲。弟弟，那我的娘亲在哪里？你看，月亮就是你的娘亲，她正看着你呢。那弟弟，你你的娘亲看着你，那天弟弟守着你，守着你呀，心中痛苦旁观情你。有了你们娘的时光也温馨。堂儿长大能人才，你曾是我心中楷模之路灯。松儿啊，我不求荣华富贵，我不求
雄心为人民当正方，苍天难有作孽。好，那你就真子姐姐，兄我的神女，表你的忠心。我不为娘的死的，我要救你，我一定要救你。对，我去求公公，求他放过你。我去求皇上，只要他饶过你，我要带你死。你为什么要来送死啊？你是我的爹爹，因为我不愿与你尊长相见，更因为我不想看你死在逆境的刀下。死人一刀，怎被季节？
为dân大义，必有痛胜。为dân大义，必有痛胜。为dân大義，必有痛胜。来人，进！运动！我的儿观众朋友，亲爱的戏迷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晚上好！欢迎大家来到上海天蟾艺术舞台。今天晚上呢，我们在这里隆重举行的是由上海文广新闻传媒集团联动上海越剧院共同举办的粤女十姐妹粤女争锋金奖演唱会的第2场演出。应该说，第1场演出还是非常成功的。对，你看演出结束以后，我走到门口，还有很多粤剧迷等候在那儿，要让粤女十姐妹签名留念，舍不得离开。对对，他们跟我说呀，说这些小粤女呀太灵了啊，一个顶一个。我们粤剧是后继有人呢，那是真心话。那叶老师您怎么说呢？我说你们这些粤剧迷呀，太棒了，一个赛一个，咱们粤剧太有希望了。说得好。所以为了回报大家的厚爱，今天晚上呢，我们会有更多精彩的拿手曲目。那么我们的金奖获得者呢，也将一一登台献给大家。同时还有很多大家熟悉和喜爱的粤剧名家，也将加盟到我们今天晚上的演唱会当中，以实际行动来支持粤女们。
我们第一场演出呢是吴群打的头炮，非常响亮。哎，那么今天呢？今天啊，打头阵的呢是一个小女生虽然她长得是小巧玲珑，但是啊，艺高人胆大。那个第一场呢，刚刚做了压轴演出，今天还主动请缨说要第一个出场呢。那我明白了，是我们上海越剧院的金奖副派花旦盛舒扬。对，就是盛舒扬。那么今天晚上呢，盛舒扬将和青年演员陶钻仪率先为大家带来一段斩娥，我们掌声欢迎他们。
听声声。
我为大家带来孟丽君的《游上林》选段。今天是挑战自我，他唱的是王派，对，我们掌声鼓励。君臣长马万万里，不与寡人惜才心。唐是唐，风流香过是才女，岂不是谁来佳人天子今天不用一头陈小喜，一场令再是雨落团成情。君臣长马万万里，一路心中传神意，家业十公你朝真，原来要破遇上你，看万岁平川必有意，我给了生死谢了谁？大声响起，万岁起！上林赛成人，好风光，具有神话，同观赏。看我飞过东陵路，华东漂亮好辉煌。
须草。世人草木啥有情，真理寻诚心当比草心刚。去跳动，他叔叔太太话长，我团也在路赛分明，还他万有造家功，丞相啊，请问谁是谁？长期。新年代押韵颂，此请教上礼好。清风有劲难做天有样，将身作尽地无心，反掌圣坛教育翁师傅下对，千层峭壁全教子皆早为对呀。李清城瓦过车中，须见世事自己无惧从，我咋能有志业内注定是万邦听过好自动。我悔不留少妃之上。骑马过桥啊，丞相请，万岁请。母女互气，必正是机上讲好。李清，你不要小心。
月中分离已是昨天，无锡居民今在眼前，希望公堂公正平下了青坑上王前，我救啊！我的好心放不了小夫妻成梦之缘，放不了夫妻情心爱无边，再不能逮捕送早再不能尽草时一分三餐，再不能听过教诲良言，再不能尽孝道侍奉堂前。从今你莫把儿女思念全当上我父亲，生前
二我，你竟犯下私贼，但等三通炮响，将圣头落地，还有话夸夸将来。想我，对我，对的是天地，见得了鬼神。临死之前，我有三丈誓讲。愿。对我是不满愿，我不愿怒冲天。一腔热血飞把年，不在尘埃落断点。鲜血名震我却斩，还我称霸在人间。我倒要看看你的血到底洒在哪里，花七八脸。第二章呢？这第二章吗？我对我实在是冤枉的呀！我实在要这3样院内他还3年。昔时东海小无缘，曾与3年他还变，今生人到3阳院，要将咱们说不完。无言。这第3章，冤地害身，苍天可见。我实在要这3日之天，就像3车水血，将我的死生掩盖，以使我一生清白。一怕封印之言。虚坤彻日当空，三伏天，七不分落月飞仙，应在烟退，我难算你中言，恰也是满城青马血即将还愿弃了所事，见那我要三尺琼花，八节骨眼，八节骨眼，八节骨。5日3刻一到，立即应验。
生的名字啊，就是唱副派的，舒扬舒扬啊。怎么讲？副派唱腔舒展昂扬啊，就生来就是为这个舞台的嘛，对不对？刚才看到这个盛舒扬出场，得到大家那么多喝彩声啊，我觉得我们也是为他由衷的感到高兴。确实，我们的乐女们通过乐女争锋这个平台的磨练，迅速的成长了。他们对这个活动其实也是非常的感激。有一位金鸟获得者，他就说得很好，他说在初赛的时候，正是全场的一声加油，给了他无穷的动力，让他坚持到了最后，夺得了金奖。谁？他就是来自福建芳华越剧团的尹派小生陈丽宇。那今天晚上呢，陈丽宇将和上海越剧院的青年演员徐来共同为大家演唱尹派的谷子老戏《盘妻索溪》中的花园会选段。好，那么演出之前是不是也要为他加次油呢？好啊，那我们这样吧，就用这个福建的方言给他加油。福建方言。对。那么加油怎么说呢？福建话加油呢叫嘎油。嘎油，咱们一起来好不好？不是，可以，很简单，嘎油啊！1、2、3，嘎油，好，很棒，欢迎两位。他怎么挽不来呀？娘子的为人真孤寡，好似庙中的观音一样菩萨，三命我千言万语去劝慰，他对我何曾说过三句话？事情虽小虽伤情，也何止手上不能讲？难道他令我有隐情？难道我何次得罪了他？今日是中举奉家祭，亲娘子园中同来赏月望，啥能够家的娘子心中人，就是万苦千难，我愿受下。后厢他娘可曾请来了吗？大娘上去看就到。哎呀，好，后厢稍等相公有赏。多谢相公。听得娘子一条步，好似观江上路，心里真理应该把情见他满面尘土，我恨更多。娘子来了，娘子到来，为人原因，望娘子施在。既成夫妻，何必客气？喏，
我待他迎儿情意，他总是何必客气？唉，我长得宽心，哎呀奶气，慢慢在乎他家里。娘子亲来见你，家务上礼不介意吧？哦，娘子请坐，随便坐吧。娘子此言差矣，圣上交往总有礼节，谁是夫妻也该相敬如宾。你我举头四书通达理你，见面怎么连个道理都不讲了呢？这啊，是次送敬一礼。呀，有礼忘外，有礼忘外。哦，娘子请坐，同坐。素日不见娘子，不知肉体可安，饮食可好，夜晚客厅是何？身体无恙，不劳操心。你们互相谁来请我，不知有何要事？娘子，我看你终日都入房中，只怕要闷出病来。况此地丹桂飘香，明月皎洁，故而的被小宅，请娘子也来散散心啊。哦，娘子，请饮酒。你不是早就知道我不会饮酒的吗？不知还有何事？实不要是我要回房去了。娘子，你我虽是夫妻，却也难得聚谈。今日既到此，何必久为王？就请娘子再坐片刻。娘子，时来我家已有3月，看你终日愁眉不转，不知有何心事啊？我哪有什么心事？哎呀！娘子真是并无心事，这伤眉经书长须短叹，岂是瞒得了人的？娘子到底有何疑难之事，还是与我说明，我也好为娘子分忧解愁呀。你可知个人是与生与死，必让生与必让死，必让死与必让病，必让病与不必死。在世个人是与个人是，可知道夫妻原是恋爱日子，娘子心中有一场事，怎怕难瞒我俩娘子？听他言语伤阴心，难道他话中有所知？娘子不
子，何必往事费心思？举娘我今日全当县家子，来猜一猜你娘子的心何事？你就猜吧，娘子。莫不是在我家起居，我是因我儿你心中满是我好比麻雀飞在红网上，还有什么远不是？莫不是压弯是风不称心？你呼唤擦起他应生死，压冠是风不差池，与我父母共相思。莫不是我娘亲待你来欺压，你心受委屈难启齿。领导是身受高明，为夫人真经得起呀小辈失理智。莫不是我妹妹不懂事，言语得罪我娘子。林内出言与不是事，我一般接受太无知。莫不是你在高峰心不宽，若是地下人他归子，永往不归不作妻，不必让我操心事。莫不是你领有阴人也有子，姻缘不缘配有死。你枉为是个官家子，实话不知谁无知，将我冤家太关心。难道你我必有事？小生明非此意，娘子休要生气。原是我也是杀灵而已，望求娘子来宽恕。行，这不是那不是，真正那光我娘我是。我到底不是蓬莱县家子，今日里难猜娘子的心何事。
娘子的心事，我是猜不着了。不过，我还有一言，请娘子听了。你女在娘们亲父母，参家子女亲父爱婿，夫妻何妨应相红，生生世世在一起。我富有时来，你岂无事？你岂有时来，我付出的是今日你所亲在，为鸟思爱在，就是你。
去年中秋，你不还是我弟弟？越思越想，心思离。娘子请啊，上什么远远，过什么罪？娘子，娘子，娘子转来。唉，世上哪有你这种奇人啊？他也为气也为恼，不仅仅的世上少。看起来我才是手工未手到，今世夫妻奈我好。他既无人斗鸟事，我必自己寻买闹。从今后你过你的桃木桥，我走我的银环廊。不对呀，今年娘子灵隐神山十七桥，伤心冤泪又淌，其中原来是娘来他苦中不能相在道，多人为王才全家，谁望我娘子，哎呀，真得了！对呀，我还是好言去传为，什么将他的手笑。问一下大家，陈丽宇唱的好不好？好，关键是你们那声嘎又嘎得好，听起来有点像上海话卡油。好，开开玩笑。那么接下来这位呢，同样也是表现不俗，因为也是一位金奖获得者，来自上海越剧院的徐派小生李路燕。李路燕呢，我知道是钱惠丽的学生，对，是薛兰老师的第4代传人。没错。这个说起钱惠丽啊，她是一位好学生，也是位好老师，特别注重上宽下严。上宽下严，叶老师怎么讲啊？就是学生上台的时候他是笑容满面。他是以鼓励为主，还让他们吃鸡精。还吃鸡精啊？还说2声呱女。对，下台以后呢是非常严格一点错都不放过有时候还严厉批评，把李路燕都说哭了，来不得一点的马虎。那这样上宽下严有什么好处呢？上宽呢可以让他轻松上阵，发挥应有的水平。那么下严可以以力再战，进步飞快。所以真的是名师出高徒嘛。对。那我们也看到李路燕的进步呢，确实可以说是突飞猛进的。今天晚上呢，她将携手上海越剧院的一位银奖获得者，也是大家非常喜爱的一位演员，傅派花旦裘丹丽共同。